敬听的牧长兄姐大家平安。对旧年到今年，咱深深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大先祝咱中秋节假期大家平安喜乐。感谢主伫这个中秋节中间，咱伫主日同款同心直接要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安静别倒闭班，咱就时要来开始。兄弟姊妹，诗篇106篇第1节，伊安尼讲：咱做伙在场的兄弟，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主，咱爱学乐耶和华，感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拢甲咱同在。愿咱今仔日的敬拜归荣光于上帝，做伙同心学乐。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做伙学乐吟诗来感谢上帝。你是我心所引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我爱你耶稣，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我爱你耶稣，多爱你耶稣，你是我心所引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我爱你耶稣，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我爱你耶稣，多爱你。这是咱平安三甲做伙来到圣殿，咱将咱等你交托伫上帝面前。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将咱等你交托伫主面前，恳求伊引带咱用心灵的信息来敬拜，咱用家己从主面前咱来祈祷，咱三甲做声来祈祷。感谢你，咱对属于我的生命，你总是引出阮为做这一切的，主啊，我感谢你。今仔透早阮个到你身边，我来敬拜你，我来学乐，因是你是我的瓦壳，你是我的冠带，你是我的顶。阮将在献上我的感谢，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你是我心所引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我爱你耶稣。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我爱你。
台湾的疫情甲大环境，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第二，咱嘛来为着受到疫情影响到工课经济甲收入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主赏赐伊丰盛的稳定伫因的中间，互伊无因为即道疫情来受到经济、工课甲家庭的影响，咱献上咱的祈祷。第三，咱嘛为着今仔日的敬拜，咱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引带咱来到伊的圣殿来领受伊的话语借着今仔日黄牧师传讲的信息，互咱激励咱，搁一道重新得到开咱。咱为着这个事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感谢你，无安稳定，享受伫咱的中间。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赦免我一切的罪。当我面对任何环境的考验甲压力的时，你予我有对你遐来的信心甲毋忘，专心倚靠你，保守我离开一切的试探、环境的影响，引带我伫圣性的光照中更新清洁我所有无好的心思意念，将阮家己交托伫你，顺探你的旨意，诚做荣耀你的路用。主啊，求你使用阮，诚做你合用的器皿，求你改变阮，洗清阮所有的罪，引带阮活伫爸你的荣光当中。听阮的天父，你是使阮平安的神，借着这道的疫情，你提起阮爱倒转你的面前，找倒来起初的疼。为着这片土地，献入危难中的百姓来祈祷，高举基督所带来的毋忘的福音。求你阻挡这道疫情的扩散，而且搁怜悯遐一定遭受到肺炎病毒攻击的人。愿你的大能运行伫台湾这片的土地，借着你的慈爱、加添属天的力量、甲智慧，互遐咧抵抗这疫情的政府机关的医疗人员，甲所有掌权的首长，使互因有健康的新心灵甲因同在，互因会当坚持因的位置，征战好美好的征战。请巴天父求你帮助阮富强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我靠你的大能来赢过这道疫情的挑战，互阮带着信心看去，无论伫阮的家庭、职场，还是教会，伫这道的疫情危机内底，你的确掌权佮得胜。我若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面前，特别将黄牧师讲道摆列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引带你的信心甲伊三脚地地，互伊嘴所讲出的，拢是造就人的话，拢是对你遐来的话语，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也恳求主你保守阮这道今仔日的礼拜程序拢会当平顺，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的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
稣，我都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都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都爱你，我主，我都爱你，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总是引带阮经过种种的挑战。主啊，我们将阮大家献上伫你的面前，诚做你欢喜的祭。我听见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予我知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热泪求着你的名，时常谨慎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求你听我的声。当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予我听你听痛的声，这是邀请兄弟姊妹，你也有方便，咱会当对咱的座位中起立，咱来敬拜咱的上帝。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听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求你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求我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才做你欢喜的祭。眼光，眼光，眼光像油光，眼光，眼光，眼光像油光，大把的有眼光，光会看的好路，你把这天上的油光来敬拜你，咱这声来呼噜，你把这天的油光，眼光，眼光，眼光是油光，眼光。
的忧歌，我的无言歌，曾被看的落落，你我做的上帝忧歌来敬拜因，咱才下来落落，你我做的忧歌。你把这片的忧歌，你把这片的忧歌。这是咱的吟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我代代帮衬，也做将来恩望。我愿上帝大英宏泰，念念安稳所在，全念保守因也的面。心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也通好，做愿阮当保护。青山要为生出疫情，世界要为兴盛。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孤单无天无地。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千米。感是自己实在真谛。10000年过就过，光阴的过，亲像大水，一直可以流去。光明富贵，欢乐迷茫，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咱代代帮衬，搁做将来恩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愿永远问候。全能永活的天父，阮的上帝，你是阮生命的主，唯一的拯救甲帮赞。你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诸天诉说你的荣耀，强腔传扬你的作为。阮的心也欢喜着跳，要来敬拜阿罗你。也要用祈祷来敲出你的心意。阮相信，当阮亲近你的时，你就要亲近阮。你有应允阮，阮敲吹就要吹着，敲门就要为阮开门，祈求就要得着。总是主上帝，阮拢是有罪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轻看。求你用牛膝草洁净阮，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灵。阮知阮所有的祈祷拢无完全，所以阮谦卑学习，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求你阿乐，听阮祈祷，你的行里谦卑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慈悲。阿门。请坐。圣强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箴言4章20节到23节。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教示，按耳孔听我讲的话，着不时注意，毋通忽略，着记牢伫心内，找着的人得着性命。规身躯拢勇行，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这是咱的影音献诗。我愿万国平安。
信息是态度决定关度。所敬听的夏牧师、谢牧师，咱来到咱教会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以及伫线上参与直播礼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我今仔有这个机会，也是真荣幸，会当来到伫奉上帝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阿拉上帝。我毕业的时是派去伫高雄瑞华教会做传道，迄当时真受到咱夏牧师、谢牧师真大的关心、疼痛甲照顾，所以今仔日嘛真欢喜，会通甲咱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阿拉上帝。咱最近教会嘛慢慢在恢复，会通实体就是到伫教会做礼拜。敬拜上帝，阿拉上帝，所以我想兄弟姊妹久久无相见面，会通相见面，一定是真欢喜、真感动。所以即时邀请兄弟姊妹，甲你的厝边隔壁、头前后壁的兄弟，咱可能袂当握手，咱拱手不握手，甲伊讲，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咱大声搁一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爸上帝，阮感谢阿拉你，互阮伫今早起，伫主你所定的主日，也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互阮兄弟姊妹会通做伙来敬拜上帝、阿拉上帝。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真多的限制。真多会无方便，总是主阮意爱来到伫主上帝你的受恩宝座前。主安知，阮亲近你，你也要来就近阮。主安知，阮是软弱软正，阮是卑微土份所做的人，总是你看阮遮尔宝贝，互阮会通有份诚侪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阮搁较相信，亲像山顶的脚印，主你一步一脚印，引带阮、带领阮、陪伴阮，互阮伫得时不得时，互阮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互阮无论伫平坦的路途，还是坎坷崎岖的路站，主你拢甲阮三角同在，互阮无惊吓。互阮无有论呢，主阮感谢阿拉你，阮今早起求主高抹你罗卜的喙舌，互阮无论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今仔日用这个信息的主题，甲咱做伙来思想。伫一段时间以来。迄是伫过去我会记得有一段时间，因为即个主题、即个话语，迄是讲即句话，迄是即本册，互侪人伫思考到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咱伫世上的年日，咱有真侪需要去注重的，特别我有3个囡仔，拢。今年大好拢上高中，所以伫功课、学业的顶面，阮拢爱陪真，毋是陪啦爱用真侪的时间、精神，甲因做伙来伫功课、学业的顶面。我嘛看见真侪家长，有时阵佫比囡仔较认真。为虾米？因为即个功课真重要，成绩真重要，分数真重要。总是当咱咧看重这个物件的时阵，到底什么货是上重要的？所以当有一段时间，这个相关的册，或是这个讲法出来的时阵，大家嘛换一个角度咧思考，什么货要决定咱的人生？什么货要决定咱的一生？什么货要决定咱头前的路？所以就有安尼的话，
譬如讲即个册态度决定关度，所以我会记起迄段时间有真侪学校伫毕业典礼，校长拢会用安尼的勉励劝勉，甲学生讲，你爱注重你的态度，毋是干那注重功课、学业、分数、成绩。有真侪公司，当伊咧应征员工的时阵，伊开始咧思考，要用什么货来做标准。所以听讲有个公司要应征员工的时阵，伊拢会调工等一张本数，看你会去扣阿未，伊拢会准备一寡小动作，甚至听讲有头家，伊就假做迄个扫地的阿送吼，去遐来试验你。看你对伊敢会有尊重安尼吼，所以这个话、这个态度、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开始受人伫遐咧思考的时，今仔日咱嘛用这段圣经节，咱做伙来思想，伫咱的生命、人生的路站的顶面，咱要注重什么货？咱要看重什么货？有一个国王。有一遍，当伊出巡的时阵，路边有一个流浪汉。咱知影国王要出巡，逐个拢爱安那回避吼，拢爱迄个维护安尼吼，叫逐个爱闪较边仔。总是有一个流浪汉，伊就走过来的时，边仔的这卫兵当然甲伊挡咧。这流浪汉怎讲？国王啊，我较早甲你读同一间学校的呢，想讲，个国王较早拢一定是读贵族学校嘛吼，佫是迄王子啦，迄个贵族较会当读的学校，你较有可能甲我读同一间学校。总是讲着讲，来，互伊讲一个，这个流浪汉讲，其实阮较早嘛是贵族，阮较早厝境嘛拢真好，家境嘛拢真好。总是因为我毁类败坏，所以甲我的家产拢败了，所以我怎变做一个流浪汉？大家听的，但是只有害头。佮另外一个故事是讲起着伫台北的所在，有一个国宝级的地砖师傅，迄国宝级的咧念泰路的。咱知影念泰路就是念泰路啊，较有啥物国宝级的？因为伊在做的拢是豪宅，豪宅是足大间的豪宅，毋是的豪宅。伊安那要找伊做工课，就爱甲伊有约，甚至拢爱有约到下半冬，也是过长冬。为什么遮厉害？其实伊无读什么册，总是伊真认真，自少年就真认真伫伊的工课工作的顶面。所以伊的技术真好，口碑真好，名声真好，所以逐个拢要找伊。毋但安尼，迄上高级的拢要找伊，所以伊的工课就愈来愈侪。各位兄弟姊妹，即两个小小的故事，伫甲咱分享，是互咱看见着到底咱要注重什么货。迄是当咱拥有什么货的时阵，你要安怎去把握？迄是要安怎来维持？所以有人讲人生有三基金的锁匙，有人讲是家世、学历、态度。歹势这字小可走伊吼，咱不要走心就好了啦吼，心莫走伊就好，字走伊袂要紧吼。家世，第二是学历，第三是态度。到底咱要注重什么货？迄是当咱拥有什么货的时，你要安怎去把握？迄是你要安怎去好好来运用？你有好的家世，你有好的学历，你有好的态度，可能阁有其他的金的锁匙。安尼你要摕倒一支锁匙？迄是你要安怎好好来把握你所有的金的锁匙？而且我要用两个国王的态度，甲咱来做分享。这是伫圣经内底，咱拢真熟的两个国王。第一个国王是扫罗王，第二个国王就是大卫王。
咱看因两个国王，因的关系拢真特别，哪好哪无好安尼，其实拢是上帝所高抹的国王。咱来看第一个国王扫罗王，扫罗王其实伊是上帝所高抹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总是咧，伊的态度决定伊的价度。为什么讲伊的态度决定伊的价度？咱若看撒母耳上卷13章的所在，有记载着一项代志，就是扫罗王甲撒母耳约好伫吉甲的所在要来献祭。撒母耳就爱先离开差不多7日的时间，伊就甲扫罗王讲：“等我回来，我较来献祭。”因为扫罗王虽然是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伊袂使献祭。然后等7日过，撒母耳拢还袂倒转来，扫罗王就想讲：先知毋知发生什么代志，拢也无敲电话来讲，迄当时都无电话，嘛无会当传来，伊就伫遐等甲真紧张，所以伊就家己献祭，拄啊好，还无拍算。当伊献祭落去的时，撒母耳拄啊倒转来。撒母耳就看到讲：“哎呀，扫罗王，你做糊涂事啊！上帝要另外立合伊心意的人的王。”咱看撒母耳，歹势，咱看扫罗王，伊自高骄傲，伊想讲我是王呢，我太袂使献祭。总是上帝就是有伊的规定，有伊的律法。咱若搁看撒母耳上卷15章的所在，另外一项代志，当撒母耳甲亚玛力人伫遐相战的时阵，上帝通过先知甲扫罗王讲：“你着爱注意，你袂使留落任何的物件，所有的物件拢爱甲伊毁坏。”总是扫罗王相战，哇！上帝保守看顾，战赢亚玛力人，伊就安尼想讲：甲袂歹的、好的，甲伊留落来。当留落来了后，撒母耳知影无欢喜，上帝无欢喜，上帝就通过撒母耳甲扫罗王讲：“扫罗王无要军队我，无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咱看到扫罗王伫遐自作主张，照伊家己的意思，照伊家己的意爱。所以，扫罗王安尼的态度，互上帝无欢喜，互上帝决定要来另外立一个国王。咱搁看第2个国王，咱拢真熟的王大卫王。虽然大卫王是人，无完全有伊的缺点。总是大卫王的态度决定伊的权度。咱若看撒母耳上卷16章的所在，伫迄个时阵，当上帝要来立另外一个王的时，伊差派撒母耳去到伫大卫因兜了亚西的厝。撒母耳伫遐看到亚西有7个囡仔，哇，逐个高强大汉烟头，就伫遐想讲，应该是遮个兄弟会通正做上帝所要高抹的王，总是这个毋是，迄个毋是，上帝就甲撒母耳通过撒母耳，上帝就互伊知影，人是看外表，总是上帝是看内心。所以撒母耳就问亚西讲：“你阁有别个囝吗？”有啊，上细汉的。伫外口咧雇羊啦，敢有可能是伊？两位兄弟姊妹，咱用大笔的心来想，若是咱是大笔，咱敢会无欢喜？我是灰姑娘哦，上帝要来立王，要来高抹国王，为什么轮袂着我？我是上细汉的，所以我无机会嘛。总是咱看大笔，其实迄个时阵，伊乖乖啊伫外口伫遐雇羊。做伊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咱讲大卫伫小事的顶面尽忠。咱搁看伫撒母耳上卷17章的中间，咱拢真熟的一个记事，大卫甲歌利亚伫遐对战。
歌利亚是战神呢，全副全副的军装呢，啊，代表呢，安那亲像一个囡仔，总是有信心，伊倚靠上帝，有信心。伊甲歌利亚讲：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我来攻击你是倚靠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伊靠着上帝予伊的恩赐，伊伫迄个小事情中顾样的时阵，对抗遐个狮、遐个龙，伊伫遐个豺狼，伊伫迄个所在所训练的气势，用迄个恩赐技术来对抗战神歌利亚。所以倚靠上帝有信心。咱若去看撒母耳上卷24章、26章的中间，当后来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的时阵，其实大卫伊会当反抗，伊甚至嘛会当甲扫罗王杀死。有两个真好的机会，当扫罗王也伫山洞的内底咧做伊的代志的时阵，迄是上好的机会，大卫会当甲伊杀死。总是大卫无，伊甲伊的衫机甲伊挂落来，然后伊就大声去走去到远的所在，大声甲扫罗王讲：你看，我有机会甲你杀死，但是我无要甲你杀死，因为你是上帝所膏我的王。佮第二遍，也伫迄旷野中间扎营，遮个扫罗王甲遮个军兵拢困甲亲像猪共款安尼吼，真好困的时，大卫去到伊的身躯边，枪摕掉咧。总是安那，伊无甲伊杀死，伊的部下就讲：大卫王啊，原来替你甲杀死吧？伊安尼对待你，啊，要佮甲你追杀。总是大卫王讲安那，伊是上帝所膏我的王，我袂使甲伊杀死。所以伊就甲伊的枪、甲伊的水壶吼，即个水盘、即个水壶摕走，然后伊搁一遍，互扫罗王知影，我会当甲你杀死，但是我无要甲你杀死，因为你是上帝所膏我的王。所以伊顺服上帝。所以咱常常讲啊啦，顺服上帝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华语讲顺服就是蒙福，所以。请咱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讲吼，甲伊去讲顺服就是蒙福吼，顺服就是祝福吼，顺服就是祝福。所以咧，兄弟姊妹，当咱看到今仔日这段圣经节的时，我特别要用23节，甲咱来做分享思考。特别有一遍，我咧读这段圣经节的时，我甲无共版本的圣经。摕出来看吼，咧读的是我插一条。检查咱有机会吼，即马做者圣经，我最近搁买一本较少年的圣经啦吼，看互家己看起来，敢会较少年安尼袂？伊白头毛伤济。我发觉讲，无共版本的圣经，伊的意思、感动拢无共款。吼，咱来看第一段是华语的，就是咱。咧读的和本的圣经，咱做伙来读哦，用华语。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第二段就是台语的，吼，就是咱一般咧读的台语的圣经，咱用台语来读。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第三段是中文现代译本吼，就是较新的、较白话。咱用华语来读，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所以咱看这三段的无共版本语言的圣经节，咱搁来想，咱一般咧讲心，各兄弟姊妹，你若讲你爱保守你的心，你会记倒位？你会记心脏，还是记头壳？有人会记心脏，有人会记头壳。咱教会做者医生啦吼，咱今仔无要探讨医学，总是咱来想，心是咧指心脏，还是头壳？你若讲心思意念，就是咧讲你的想法；你若讲心脏咧，就是心脏。第二就是讲
尽力保守你的心。台语讲，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无毋对。心脏若无跳咧，我讲我即马足紧张的，我心脏一直跳。无心脏若无跳会安怎？心脏袂使无跳。所以迄个心真正就是你活命的根源。我的查某囝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天的心脏病，1岁4岁，1岁开一遍刀，4岁开一遍刀，总是上帝保守，特别即摆医学的技术真好，所以恢复即个状况拢真好，总是我发觉讲，哇，真诶咧，迄心脏，你若心脏若无好，啥物拢无好，有当心跳无稳定。也是跳较紧、跳较慢，对伊的整个的肉体拢有影响，精神。所以咱去看即个中文现代译本讲，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性命是由思想来定型的。咱若有机会搁来想这个圣经在无共的版本，我一个感触就是，伊咧甲咱讲的就是双关语。我们双关语台语要安怎讲啊？相关语啦，意思就是讲，其实伊一方面是咧讲咱即个肉做的心脏真重要，是生命的根源。总是其实咱的心思意念，迄个心嘛真重要，因为伊会影响咱一生的果效，伊会影响咱的思想。所以有一句话讲：哀莫大于心死。咱看有一寡社会的问题、社会事件，有人可能伤害家己，甚至自杀。但是你甲看，伊可能是有真好、读真好的学校，也是伊无啥物外在的问题，但是伊就是安那想袂通，所以就伤害家己，甚至自杀。只不过是伊想袂通。所以，这个想法真重要，甚至有时，假使伊的想法有问题、有状况的时，嘛影响伊所做的代志。所以，咱用安尼来思考的时，咱就会当转来到伫咱的心思意念，甲咱的态度会改变，甚至决定咱的真侪代志。你安那想，所以咱咧讲乐观、悲观，嘛是类似的观念。所以有人讲改变态度，改变人生。当你的环境安怎的时，更较重要的是看你安怎想。安怎想就是你的态度安怎。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会当担保安尼来讲，态度比你的啥物货更较重要。互咱来思想的时，咱就搁来看态度会当决定你的热度。有一个希腊的企业家，伊青少年的时，伊是伫修理脚踏车，偏偏伊的同事咧修理脚踏车，拢安尼甲用的就好啊，就伫遐佚佗纳凉，看手机总是安那，伊修理好佮甲你佚互金死死拍蜡。所以人客要来看伊的脚踏车的时，看到迄台亲像新的脚踏车，伊就讲：迄是我的脚踏车嘛？讲是啊，开始变遮新头家，我帮你修理好，佮纯刷漆的拍蜡，哇！所以后来伊的同事共款修理脚踏车，伊变做一个企业家。所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7节讲：为什么无宁可受冤困呢？为什么唔甘愿吃亏呢？中有一句话讲。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是单雷讲的，单雷讲迄个单雷，毋过伊毋是安尼讲，伊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咱若要学爱有伊的味，咱就爱讲看卖，咱会当讲看卖袂要紧，预备起，吃亏就是占便宜，真好，咱拢是下港人。所以哥罗西书3章23节安那甲咱讲，无论做甚物，拢爱对心来做，亲像是甲主做的，毋是甲人做的。咱咧服侍的时，咱是咧服侍上帝，咱毋是咧服侍人。有时咱会真注意人的眼光，
人安怎讲，人安怎看，总是咱爱看上帝安怎讲，上帝安怎看，就是咱的心、咱的心态、咱的态度。所以态度嘛会当决定你的乐度、快乐的程度。我伫进前是伫善化启美教会牧会伫遐10档，迄是庄卡所在，有真侪做事人劳工，甚至有诶阿公阿嬷伊拢伫厝诶后壁着一区田种小白菜啦一寡遮诶菜。虽然年岁真大，敢若会当骑脚踏车，总是会动诶时阵，肉体阁会较稳准诶时脚踏车骑咧，就去善化街菜市后壁载啥？可能载一把菜，也是遮迄个韭菜啦，就是一寡篮的即个菜安尼，无介济，然后就去到伫菜市找一个所在，报纸厝咧，一块布厝的菜摆摆好好水水，就伫遐卖，当个有菜粿啦、冬粿啦，遮。有一个阿嬷，当伊咧卖菜的时阵，有一个人就对遐过，讲阿嬷，你遮的菜拢总偌济啊？我甲你买啦，你就当去厝休困啊？迄个阿嬷安那甲讲，袂使，你需要的你较买，你需要啥你较买，你甲我菜买了，我就无代志做啊呢。较安尼讲。原来就是安那，迄个阿嬷对迄个阿嬷来讲伫遐卖菜是会当甲人开讲啊，看人安尼行来行去，踅过来踅过去甲人讲话厝边嘛另外一担呢，隔壁嘛另外一担呢，迄当饲料来的，迄乌厝料来的，伫遐开讲，因真欢喜，真快乐啊！无阿嬷，你菜是咧摆好看的毋是，但是安那，伊伫遐卖菜真快乐啊！迄脚踏透早去买菜，慢的，哇，洗，然后脚踏车骑咧，对伊来讲，迄是一种足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所以，迄个态度决定伊的乐度、快乐的程度。所以，卡内基讲人生上大的生活价值，就是对工作产生兴趣。你若甲工作当做你人生的乐趣，工作就会回报你快乐。甲成功，你若甲你的工作当做一个痛苦的测试，你就会面对无止境的痛苦。所以，腓立比书4章11节、12节因为我用华语的迄个和合本，所以咱做伙用和合本来读华语来读。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所以保罗伫伊的生命中，咱知影伊的人生坎坎坷坷。坐船拄着船难，去到即个罗马皇关，拄着遮压迫害，总是虽然伊关伫监狱，伊嘛拢甲人讲爱欢喜，爱快乐。所以伊讲安那，我已经学会了，无论伫什么境况，拢会通安那知足。我知影要安怎伫逼真的中间，或是要安怎伫富裕的时阵，我得到秘诀。无论什么状况，迄是饱足，迄是枵饿，迄是富裕，迄是欠缺，拢会通来知足。所以今仔日通过这段的圣经节，通过这个小小的故事，甲咱做伙来思考的，就是咱的态度会当决定咱的关度，咱的态度会通决定咱的热度，咱的热情，咱的态度。会通决定咱的乐度，决定咱快乐的程度。愿上帝祝福咱，伫咱的生命中有关度、有热度、有乐度，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宝贝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通三甲组织，
来敬拜上帝，阿拉上帝。自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做伫生活上、工作上，阮毋但无方便，阮阁有惊吓。但伫即段时间，殊荣工商各行各业，迄时伫阮的各方面，拢有侪会无够额的所在。主，阮相信，主你稳定够额阮用，主你要补足阮的欠缺无够额的所在。主上帝，你的确也要引带带领阮伫头前所要行的路，有主你的丰盛、富裕、稳定、祝福、喜乐满满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的生命有关度、有热度、有乐度。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有一个影片吼，也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任吼，咱特别为着圣经学院。敬听的牧长兄姐，大家平安。对旧年到今年，咱深深体会到，亲像诗人所讲的：“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丰盛的时阵，上帝同在；不足的时，上帝犹原同在。”伫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咱兄姐过去的支持，也请恁继续关心甲带导。教育是圣经学院上重要的使命，提供课程予传教者、信徒来培训。每一届上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拢有得到新的想法，也得到新的眼光。真感谢圣经学院的用心，互我伫遮上课会使心灵得到安息，身躯嘛得到发展。当5月份疫情爆发的时阵，咱真紧就将课程转做伫线顶，互老师甲牧师伫过程中间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甲奇妙。今年咱特别用大灾节期做主题，提供信徒灵性的操练，通过艺术启发人的日常生活。伫教会牧养的时阵，会当运用咱的目睭来看，甲主同行的路，学习自我的觉察，提升灵性的需要，互咱体会到上帝创造的水。咱嘛特别为着教会规划灵修会、退休会，也有中级的训练逐款的装备，互咱兄姐伫意伫灵修。伫基督的圣实的光照下底，更新生命。圣经学院正做上年大学的总校，协助分校推行逐款祝福长辈的宣教活动。这几年来，圣经学院的信徒服务中心不断地更新设备，希望提供正教会兄姐一个合宜的场地，通好使用。咱有真侪无相款的场地，伫遮会当进行多元的训练课程、信仰的活动，包括野外礼拜，咱嘛会当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的场地。这是双连厅，是台北双连教会兄姐所奉献。伫今年通过因的支持，咱互这个教室成做一个新的教室，继续互兄姐伫遮得到灵性的成长。圣经学院董事会通过详细的规划，将已经6年外无使用的游泳池改做多功能活动中心，名叫主圣馆。意思是来建筑新城的建筑，提供教会机构来开会、聚会、举办各项的宣教活动，要互兄弟姊妹来结连，达到圣道相通的意义。今年拄啊好总会年会的需要，咱就提供一个适合的会议场所，互咱的议员通好来使用。上重要的是为着需要大岛关心。对于5月到7月，因为肺炎影响来停办真侪活动，咱收入减少300万。新学期的课程
请兄弟加入圣经学院的网页，也是脸书，通得到上新的消息。针对中级信徒的灵命培育，提供无相款的课程，也有年度时间研讨会、祈祷训练、培灵会等。咱学院有真侪已经超过50年的教室宿舍，期待伫将来通修建。2021年经常费需要6756万。虽然学院甲教会兄弟拢受到肺炎病毒的影响，咱做伙伫祈祷中代祷，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继续用性命做见证。请恁为圣经学院代祷甲奉献，阮会继续努力侍奉。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感谢恁。大家平安，咱多谢黄伟德牧师会早起代表新竹圣经学院，到伫咱中间带咱来敬拜。愿主祝福伊会早起会服侍，也祝福咱大家伫上帝话中间，咱得到一侪的鼓励，咱的生活、咱的态度、思想，用上帝话做重心。下面我简单来做几项的报告。咱搁一摆用普啊声来感谢黄牧师也，伊会早起真辛苦，多谢伊吼。咱小等者10点15分，幼儿有主日学的线顶的迄个上课，所以咱也会当鼓励咱会当鼓励兄弟姊妹有小朋友的，拢会当做伙伫迄个所在来上课。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伫10月底中级的改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伫即个所在照咱以前的经验，就是200-300个做伙的聚会，咱受限制伫99个人的中间，所以咱今年的选举办法有淡薄的改变，总是会伫要选举的前，牧师会真正式来公告要安怎来进行。但今仔日的周报内底，咱有公告9位的中级的长老的候选人，咱要选2个，有15位的执事候选人要选7个，所以咱会当小注意者来注意即个事。咱也为着中级的改选。伫10月进行，伫咱祈祷中来做伙关心，愿主来警出咱中级核心的同工所以也毋望咱大家来关心后礼拜是咱要伫实体甲线顶做伙来举行圣餐小等者，咱自会说有请办公室同工甲咱准备。咱以前的2合1的圣餐饼，甲迄个杯。如果你后礼拜若有困难袂当来，你要伫厝线顶礼拜，你会当先摕一个转去。是鼓励咱大家嘛，后礼拜较侪人伫即个所在来做伙实体的守圣餐。伫线顶的兄弟，你有愿会当准备饼、甲杯，先准备好便。然后，甲教会同时阵来守圣餐，所以即项请咱大家来做伙配合，做伙配合。今年咱有后礼拜，咱有一个较特别的一个邀请，就是咱详时会当开放，你伫厝里若有细囝，拢做伙来领即个圣餐，咱做伙来体验上帝救恩这是以前毋捌安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今年有较特别，请咱来注意。搁一项是后礼拜咱要颁发奖学金，搁来是咱的文图下只的装备的课程，咱第一期的富强教会理财有道，咱要来正式
来开课啊吼，对9月23开始，请咱来注意吼，咱已经这个报名的人数已经满，吼，报名人数已经满，所以请报名的兄弟来注意。搁一项是爱上的陪伴，无论是同工的训练，还是实体的上课、线顶的上课，咱的周报报甲真详细，所以请咱来特别来注意。还佫有一项是离婚关怀，是婚姻的课程，咱要伫9月23到30来做同工的训练。这个课程有13礼拜，是伫拜四阴暗来举行，所以请咱来鼓励吼，咱也来注意、来了解、来关心咱家己家庭的生活甲婚姻的问题。咱这是真特别啦吼。这2个课程真特别，咱福强教会会当通过甲美国的机构的合作，咱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开这个课程，吼。咱为着这个事来祈祷，特别这个哀伤陪伴，等于失去亲人的时，心灵的哀伤，所以咱为着因来关心甲代祷，吼。佫一项就是，希望咱各单位。无论是牧区、团契，拢会当将咱一季的事工表、事工内容，咱所计划好的，送到办公室，做伙来汇集，咱通好来完成一季的咱的事工、咱的记表吼。望咱大家来注意，也来回复吼。爱心午餐后礼拜有定要来回复。敢若准备50人份，吼，营员也是要诚做，你要包转去，有2个方式，所以咱来注意，吼，这项也毋望咱也为着爱心午餐，会当伫这疫情的中间，后礼拜开始恢复来祈祷，逐项事拢会当真顺利，互咱兄弟姊妹来教会，除了敬拜以外，咱嘛有真好的交陪甲联谊，吼。佫一项是咱的书法班，过来拜六就要来开始恢复咱的上课吼，书法班，所以请咱报名遮的兄弟伊愿来注意吼，拜六的上课的时间。最后一项祝咱大家伫即个中秋连续假日的中间出入，拢爱顺利平安，祝甲咱三甲地地。咱办公室伊愿伫拜1。甲拜2休困，所以咱若有代志就直接敲牧师的电话吼，办公室的同工就较无方便，所以你若有代志就敲牧师的手机阮有伫咧吼，你要敲教会的电话，伊愿无要紧，但是你若有代志要找干事，这2天是休困吼，就较无方便，甲咱帮忙，吼，咱所要做的代志吼。所以，请咱来注意，也毋望这2-3天的连续的假期，大家拢有真好的一个休困、联谊，三甲找朋友也好，伫厝内底亲人三甲聚会也好，咱拢伫防疫的这个规范的中间，好好来遵守，来过这个平安，过这个假期，下面咱就为着几项代志，咱来公道。咱来祈祷，请咱安静心，咱来为着你家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愿主圣心帮助咱，互咱会当改变旧的思维，咱的态度，咱的心境、信仰以及咱服侍。特别通过甲上帝有好亲密的关系，你得到祝福，家庭因为你得到祝福。咱安静来做祈祷。为着福强教会心神肉体两者，伫疫情工作无顺利。经济有拄着困难，家庭也拄着无顺利，遮兄弟姊妹你所知的，
请咱为着因提名来祈祷。第三，求主恩典伫咱台湾即个岛屿，互咱的疫情真正会当缓和下来，咱会当真自由伫实体的聚会，搁一遍，互咱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伫即段过程，犹原求主施了恩典，保守咱大家拢平安。线顶的兄弟姊妹，犹原得到上帝恩典满满。咱通过安尼的细致配合，犹原会当互咱伫生命中间经历上帝的疼，做伙来分享见证恩典满满伫咱的顶面。咱做伙为着教会各团体、各小组、牧区、正中级，拢交伫主的圣手，主来引带甲保守，主也祝福台湾即个岛屿，即个上帝恩典满满。阮的主上帝，你实在是疼阮，互阮会早起会当心伫即个所在来实体聚会。阮通过俄罗敬拜，来俄罗你圣尊名，高举你。阮也通过黄牧师所带来你话语的劝勉，互阮信心搁一遍得到提升坚固，互阮的生活因为有主你通瓦靠，话语伫阮心内真侪阮的快乐甲帮助的事，阮是行伫你旨意的内底。阮的生命就要改变，阮要活出美好灿烂，是主你为着阮命定的道路。主，阮俄罗感谢你，也互阮通甲线顶的兄弟姊妹，伫下早起拢真侪芳芳的祭司，将即个敬拜奉献互你。阮做无够的，愿圣神伫阮的心内激励阮，互阮明白要怎样搁一遍。伫阮后摆聚会时、敬拜时、服侍时，搁较用主做第一，来荣耀主你圣尊名。主你知，阮伫身体、心灵、伫工作、伫经济、伫阮生活顶面有侪侪的困难，我要将这个拢交伫主你的圣手。主啊，伫阮教会具体软正的，无论是开刀。伫病院，还是伫厝里静养，伫安养院的，无毋是要交伫主你的圣手。愿主你甲因三甲伫地，伫肉体极大困难、病痛的中间，主你怜悯看顾，施恩伫因的身上，信心软正倒摕，圣神啊，愿你家己亲自伫因的心内动工，互因明白伫人生道路的中间。阮所软正软弱的部分，只有回头来仰望你，回头来归向你，通真侪主上帝你搁一遍赐福互阮的。主啊，阮俄罗感谢你，伫过去到伫现今，若毋是你圣手扶持保护，阮伫即个疫情真严重的中间，一直到伫今仔日阮看去台湾真正非常的幸福平安。虽然还阁有即个疫情伫即个社会伫台湾岛屿的顶面，总是阮甲世界各所在比起来时，何等得到上帝你的看顾。阮俄罗感谢你，也恳求你继续来带领台湾即个岛屿，无论是执政者在野党，还是阮台湾人民，阮拢用听，通做伙徛起伫即个所在，做伙通互台湾。一个国家，一个所在，拢平安和谐。主你的疼对天充满，互阮台湾是真侪疼的台湾，真侪疼的国家。人民百姓也拢互相相疼，来去做联系。主你来拄去伫阮中间的正的侪侪的不满、支持，
也是攻击、评论的，自这负面的物件思想，拢对阮的心内出去，阮拢用听做中心，用主你的教示做阮的前提，通做伙徛起伫即个所在，互台湾真正是上帝你所祝福欢喜的岛屿。主啊，阮学了感谢你，伫一早起实体的聚会，愿你搁一遍圣神伫即个所在来感动阮大家，也互阮通伫即个聚会中间，搁较明白上帝你的旨意，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祝福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因有困难，主你甲因排比，也伫后礼拜中间，阮要举行圣餐，逐个人拢会当同心合意。伫即个所在，甲主你同齐的，阮学了感谢你。今仔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主日，主你也通过黄牧师伫阮的中间透放你的话，你祝福伊伫看世界教会牧会，正中一兄弟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服侍你。你祝福黄牧师伊牧家的家庭，伊牧师娘、细囝，以及因的学业，所有一切拢交伫主你的手。主你甲新竹圣经学院三甲地地，对院长、正师生、遮教职人员一切，主你恩典满满，力上加力伫因的中间。阮谦卑祈祷，愿主你甲阮三甲同在，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奉献，将时间交互师会。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做伙来读本月的金句。日是上主喜乐伊的慈爱，暝是伊予我唱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诗篇42篇第8节，搁一遍。日是喜乐伊的慈爱，予我唱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诗篇42篇。请咱即时起立来吟尾遍的诗歌，吟诗后要请黄牧师来祝祷。
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同在，也特别甲线顶的兄弟姊妹三甲同在。无论恁伫倒落，上帝恩典祝福，拢满满甲恁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闭会。